大家好，又係我啦。今次呢，我哋係第一次嚟到重慶。1月份呢，人流係相對比較少嘅。重慶呢係山城，路比較複雜，所以我哋都係叫滴滴比較快捷。另外呢，重慶呢除咗有魔幻之城同埋山城嘅稱號之外呢，都有霧都呢個稱號嘅。我一度以為呢晚上係睇唔清對岸，但係啲霧呢晚上就似乎會消失或者減少。我選擇咗喺解放碑附近入住酒店，我覺得呢間酒店性價比好好，帶大家睇下間房啊！之後趁天色仲早，行不到10分鐘呢，我哋就去到解放碑啦。對購物呢就興趣不大，所以呢，我哋就隨便喺附近行下，影下相。之後喺點評揾到附近一間評分唔錯嘅餐廳，地道唔地道我就唔知道，但係入邊環境裝飾係唔錯嘅。嚟到重慶呢，一定要叫重慶辣子雞，好好食又唔會好辣。重慶有好多遊客，好多地方呢，其實都可以俾你選擇食物辣嘅程度。奉勸大家唔好太急進，小心太辣呢就令到腸胃不適。第2日呢，就去咗重慶嘅光環購物公園。呢度以42米高玉光森林室內植物園為核心，多層嘅花園呢同埋7層商場呢係連接嘅，成為咗兼具生態美學同埋潮流消費嘅地標。商場好大，入邊有唔同嘅商店、餐飲，好好行。雖然我哋唔係好食得辣啦，但係都想試下呢個重慶火鍋嘅。叫咗個鴛鴦鍋，要求最少嘅辣，但係都仲係好辣。食火鍋記得要用油碟作為醬料，具有降溫解辣、豐富口感、去膩增香嘅作用。喺重慶晚上必定要嚟地標嘅洪崖洞打卡啦！我哋先由對面岸開始，可以睇到成個洪崖洞嘅夜景。重慶的確係一個白啲嘅城市，好唔容易呢，我哋先揾到路上返條橋，行返去洪崖洞。睇到洪崖洞本人呢，同埋呢個夜景，的確係非常之震撼嘅。1月份嘅天氣呢，未必係最好，但係人好少。行到餓呢，就可以食個宵夜啦。重慶小麵亦都係必定要試嘅。小波重慶小麵呢，楊千嬅拍節目都嚟過食。我都係點咗唔辣嘅，覺得都幾好食。第2日呢，一早就嚟咗山城巷，唔少網民都覺得山城步道係比18梯好，所以就嚟咗呢度。如果唔想行得咁辛苦呢，就由山頂開始行。山城巷嘅入口呢，可以導航去重慶渝中區佳實養老院。呢度呢係一座沿住山建設嘅步道，連通咗重慶嘅上下半城。
步道沿途呢就有地道嘅重慶小食啦、火鍋店啊、懷舊茶館、書店，回顧歷史仲可以睇下沿江嘅風景。從山頂行到山腳呢，中間有吃喝玩樂，我哋足足可以喺度行咗2個鐘頭。喺晚飯之前呢，我哋順便就去咗觀音橋好食街。工作日呢，下午呢都好多人。之後就隨便揀咗間食螺螄粉，墊下個肚。喺抖音呢，無意中發現咗呢個重慶禮宴巴國，另外都可以喺 Klook 嗰度 book 嘅。呢個係一個體驗宮廷君王享受嘅盛宴，包括精品美食、舞蹈表演同埋呢個古代服裝體驗。以巴渝文化創作背景，包含咗漢朝、唐朝、宋朝、明朝等。普通嘉賓席嘅價錢呢，就大概係420蚊人民幣，貴賓席呢，就係500蚊左右。古裝服裝體驗呢，就額外要加380蚊，包括咗服裝同埋化妝嘅。晚飯前呢，仲有啲體驗活動，我因為化妝而錯過咗。入席嘅儀式感係非常之好嘅，歌舞升平，成個飲宴呢長達90分鐘，節目一浪接一浪，冇悶場，食物亦都比想象中好，亦都好飽。如果可以呢，我建議係選擇貴賓席，因為咁樣就可以一覽無遺咁睇晒成個場景。一發興旺啊！來，請，有那麼多年人嗎？是的。短短嘅重慶之旅就完結咗啦，但我相信我哋總會有下一次再嚟嘅。